Hello， 各位港澳嘅朋友，大家睇過嚟啦。今日帶大家睇一個珠海山姆會員店附近嘅一個樓盤嘅。呢個樓盤講你都唔信啊！買個3房只需要50幾萬，買個第4房只需要70幾萬，而且帶埋精裝修，依家仲送埋全屋家電大禮包添。首期只需要幾萬蚊就可以上車啦。而且小區自帶一個2.4萬平方米嘅商業街，同埋一個8000平方米嘅運動公園嘅。得閒落樓跑下步、踢下波，再飲翻杯奶茶。飲星巴克啊，好環境喎。嗱，咁說聲就上到我哋個示範單位啦。入門左手邊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同埋廚房啦，一個 L 字形嘅廚房，仲帶埋生活露台添。3房呢個戶型可以話係麻雀雖小，但係五臟俱全啦。80幾個平方可以做到個廳咁大喎，而且仲有2個衛生間同2個露台添。每個衛生間都做到乾濕分離，每間房間都做得非常夠用。咁接住就嚟睇下個4房啦。4房入門左手邊先係有個客房嘅，右手邊就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。呢個戶型係做咗一個橫廳嘅設計嘅，你睇下呢個採光面非常之開揚，所以睇到個客廳呢就非常之大氣啦。衛生間呢度發展商又做咗一個洗手台同廁所分開嘅設計嘅，旁邊呢個位置就可以攞嚟做客房或者攞嚟做工作室啦。咁最後嚟睇下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做得就非常之大啦，而且仲可以做到個獨立嘅衣帽間添。